什么？你别动啊！你让我入境干什么？我他妈让出国呢，入境留证据。干什么你？哥，我都考完了，你怎么还不让我谈恋爱呀？我不是不让你谈恋爱，我是不让你跟他谈恋爱。你他妈乐什么你？别打他，别打他！你看他这德行，再跟他在一块儿，你就别光叫哥了。我本来也没管你叫哥呀，我他妈说他呢，我以为你跟我说话呢。你跟他说话，你炸我干什么？我他妈留证据。好，别打他！你要让他跟我分手也行，那你给我找一女朋友。我凭什么给你找一女朋友？谁谈呀？反正就是你要跟他在一块儿，你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你说放屁你！我他妈从跟人认识到现在，我让他吃过坏果子吗？你问他。我还喝果汁呢。就是的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您是大户人家，我们高攀不起，我们市井小民。我小名叫阿发西。谁他妈问你小名了啊？你小名叫什麼呀？誰問你小？過時過節我就開心啦，但係要買咁多嘢都幾傷腦筋㗎。我凡係做節請客都中意幫襯維康超級市場。你熱氣啊，虛火盛，煙酒過多，焗啲花旗參你飲啦。